攝影就好似一面鏡，喺觀眾面前照耀咗成個世界。透過《焚城》呢套戲咧，我希望為觀眾呈現一個逼真嘅末日景象。超過10萬人要接受詳細檢查同治療。呢一部係近年比較罕見嘅大型災難電影，製作規模非常龐大。受感染嘅地方，未來嘅100年內都唔適宜人類居住。今次利用特效打造災難嘅場景，亦都揾嚟多位優秀嘅演員演出，令作品更加出色。各單位注意 ，full evacuation。喺《焚城》加長版裏邊咧，我哋加多咗對人物嘅描寫，同時將故事結構變得更加簡潔，節奏更明快，令觀眾睇戲嘅時候更加投入。當我自己喺大銀幕睇片嘅時候，我感受到台前幕後對今次呢個製作付出嘅努力，令我覺得好感動。電影就係有呢種魔力。希望觀眾睇完呢部戲之後，可以多啲關心呢個城市。假如我哋熟悉嘅城市喺一瞬間被毀滅，會帶嚟點樣嘅衝擊同反思呢？